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支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5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公布第2波圣诞跨年暗会卡司，12月28號伫個新年暗會，邀請到八神夭、高爾宣等歌手。跨年暗會接受本土天團911、金曲歌后孫盛希以及伫個韓國出道的台灣女團宣布煥然小熊，而且煥然小熊6位成員也特別出席記者會做宣傳。伫韓國出道的台灣女團煥然小熊，自首酷酷舞蹈行出知名度，這回將來到台南跨年。안녕하세요
小있는 정국입니다。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焕蓝小熊。比出高水的手势，焕蓝小熊成员当中有人来自台南安平。其实台南不仅是我故乡，也是我梦想的起源地。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每到年底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台南好样的跨年晚会。然后那时候都会拉我朋友，就是从早上每天就很早，早上7点还8点就坐在最前面等。台南圣诞跨年晚会第2波卡斯公布，28号的新年音乐会，请来乐团八三幺、高尔宣、含陈思月等系列歌手。跨年演唱会的阵容更加豪华。很开心今年可以到台南和大家一起跨年，这是我们精心准备的特别的演出，要献给大家。本土天团911、金曲歌后孙盛熙、含曾沛慈、超人气男团 Phoenix、阿垮原少年，还有来自日本的女团 One Five。台南好样已经打出品牌，而且是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之一。那么我们今天公布了这么多的卡司，其实都是许多网友们许多年轻朋友们敲碗的结果。尤其我们在我旁边的焕蓝小熊是台湾之光，也是我们国人的期待。12月份一系列活动，就是要陪着民众度过圣诞加跨年的欢乐时刻。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建设委员会5号上午前往林德区宜居仁爱社会主体实地会勘，由市府到发局报告目前的状况。预计每年3月完工，4月份陆续开放招租。总共有75户，分做1房、2房、甲3房，无同的房型。同时分做优先户并点制，甲一般户抽签制。符合资格民众，拢会当向都发局提出申请。为了林德2空的宜居仁爱社会主体，目前工程进度达到90%，预计114年3月就用的完工。兴建的规模地下3站，地上11站，总共有75户。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伫个召集人李中琴的号召，上午前往实地会勘，包括委员会成员。以及在地议员、里长拢到场来关心。议员除了关心招租的办法甲公告，另外交通甲停车的问题，以及当地并无市场用地的规划，恐惊会造成进驻民众的不便。副讲我们尹爱月也有帮我讲说，我们的这个市场需求的部分，那也是需要我们这个都发局跟我们市场处这边我们再好好的评估一下，下一次建检之前是不是未来住户搬进来需要这个传统市场这个需求的问题那这个当然是地方望远欲穿啦，我真出是大汉的嘛。你甲咱台南市所有的人伫遮这个所在，拢甲接起你来遮住，你敢有去思考到咱成功里？仁爱里、仁和里，咱周边的道路是不是有法度疏解这方面的交通？人拿出来的时阵，路人实在是人满为患，车满为患。对此，都发局长徐宗强回应：虽然宜居仁爱社会主体75户，当初规划汽车29位、机车90位，但周边也是有停车的用地，停车绝对无问题。而且道路的部分，嘛有规划新撇甲列拓宽。至于市场用地，因为当初并无规划，未来将等待周边都市更新，再过来重新找地。市场的部分我刚刚已经有讲了，我们会在下次通检的时候再去盘点适合的公共土地来设置。那希望是在大家入住之前能够找到一个，不然的话就是先找一个临时的一个那个设置摊放集中场的方式，先来提供这样的功能，然后我们会找一个适当的土地来做永久的一个市场用地。我想这个地方的居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在。议会建设委员会除了要求市府严格管控工程的品质和进度，希望在114年的顶半年会用个如期来完成点交。加管控工作的那个工程品质及进度，那在114年的上半年能顺利进行点交的作业。那在第2点就是即将完工之社宅个案，包含本日现勘，请市府用最快速的时间来确认租金及我们相关招租的公告，然后并要广为宣传，然后那我们所有台南市民知道说我们现在办理的情况是怎么样。随后一行人嘛分别参观无同房型的样品屋，
分别有1人房的套房、卧室独立的隔间、2人房加3人房等。另外，伫个2楼的部分，还有规个无障碍的房间加下间等，希望提供厝内有无障碍者用的优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感谢守护环境的志工甲企业，台南市环保局举办环保节友表扬典礼。今年总共有200多位得奖，其中有12位是超过90岁中青志工，服务的年资嘛拢超过10档，使人敬佩。台南市今年一度环保节友表扬大会，5号超过500位环保工作者出席见证。伫环保局安排当阳社区乐龄太鼓团的热情表演，嘛是要凸显今年伫200多位得奖者当中，有12位超过90岁以上，服务年资嘛拢超过10档的中青志工，实在足甘心。会中因伊接受市长黄伟哲颁奖，感谢大家付出，成为环保模范，更是台南的福气。年纪这么大。然后能够挺身而出，为自己家里、为自己的社区、为自己的环境而努力，特别让人家感佩。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能够这个越老越健康吧，哈，因为多做善事、多做环保，做环保能够更健康。自二小弟吼，入阮的国体社区，我都拢做伊的志工啊。无啦，做志工真欢喜啊！会当活动就做欢喜的啊。咱人若要活较久，就爱活动。根据了解，台南有26000多位环保志工，不管敢有得奖，拢是台南市的宝。嘛希望号召更较侪志工来加入，做回来守护环境。我们其实对于社区、对于河川的巡守等等这些呢，志工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跟支持啊，因为毕竟台南市清洁队员人力还是有限，所以在比较细节的部分，还是要靠这些志工来帮忙。台南嘛，因为环保志工甲企业的相挺，互咱的环保绩效一直伫全国是数一数二。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由国际扶轮347地区所发起的扶轮自主领用计划，今年再次甲台南市社会局合作，并且深入社区，总共协助473位弱势学生，互因读册未受经济影响。市长黄伟哲嘛出席捐赠仪式，感谢扶轮社爱心。为了帮助弱势学生读册学费等支出，国际扶轮社347地区所推出的扶轮自治领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2档，期待亲入社区来延续温暖甲教育希望。其中所属的20几个分社5号组织伫市府，大家拢抱着欢喜心迎接盛会。市长黄伟哲嘛出席见证因，在去年将助学金发送予社会局、家扶中心等弱势家庭。今年度伫台南经领用473名学生，投入567万元资源，以递进感谢中。孩子，我们的同学能够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下，能够成长茁壮，扶轮之子的计划我想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责任的这个角色。那这个照顾我们每一位国民是政府的责任，但是让我们的年轻朋友，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成长茁壮的更好，更感谢我们扶轮3470地区的各位舍友。这一年之后，到我们的2024这一年，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舍友还有社长们，大家一起努力，为我们这个社区来付出，甚至在我们截止的这个日期，还有舍友想要付出，所以我们还是一年还有一年来持续的为我们的社区来做努力，包含我们明年度我们的这个大特DG 他已经准备好了。政府甲民间协力，共同来帮助弱势家庭，嘛是外界一直肯定市长以弱势优先的施政理念。你今年经兰陵可规时，有一扶轮分社伫各地区延伸规划专案，发展扶轮地区的奖助金补助，来扩大合作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中央
嘉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今年暑假，台南市海淀国小30位师生甲家长为玉山国家公园行到嘉南大圳，用4天3暝行了80多公里，完成山海圳国家列岛圣山之路。现主时，因也将沿路学习的成果规划成故事展览，甲大家来分享。一张的相片，拢是今年6月30日海淀国小小台港社团4天3暝的行路游学，先坐车到塔塔遮，为玉山国家公园行到嘉南大圳，完成无可能的任务。我有看到黑熊的脚印，还有地质。因为大概走了80公里的路，所以其实是还蛮辛苦。但是只要大家一起走，就是不会那么累。在整个历程当中，小朋友学习到的是一个坚毅不拔的这个刻苦耐劳的精神。然后呢，在学习当中，我们不是只是去走路而已，那我们沿途当中都是深度的学习。沿着林道、古道、大圳，这条圣山之路有80公里，师生甲植物观察、落沙调查、研究报告、转做故事展，用平面立体技术介绍树林护管完整比、文化路径设计以及植物昆啊树甲白杉。昆兰树就是咱即马冰河时期的绝育植物，这个较难得啊，咱就叫囡仔吼来下只植物转来，咱因下只植物转来，佫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讲咱要转来要这个展览。故事展会当讲互海淀国小2000外的囡仔会当讲来了解，这个是咱国家立德的精神，就是毋茫大家拢是一个异行者，咱来行这条路来提倡保育环境、守护河川，会当来听通咱的故乡。台南社大台港分校推动山海圳国家立德学习运动，希望学生实际亲近环境，去探索在地文化知识，做本土教育。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生条啊是真侪青少年定见的皮肤问题，除了影响外观，嘛可能影响病人的自信。奇美病医医学美容中心表示，应该爱量早就医，医师会依照发炎的状况，用无同款的药物来治疗。片面条啊后面变成月球表面，安尼就较歹治疗了。一名大学生因为自高中时期就深受青春痘困扰，加上长辈说长大就会好，因此没有好好治疗，不但脸上痘痘没改善，而且更恶化，甚至化脓结疤，造成脸部像月球表面。因此奇美医院皮肤科医师郑百山表示，有痘痘的民众应该尽快就医，避免日后痘疤更难处理。大家很容易用自己的经验来建议别人怎么做，那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迷思说，痘痘长大就会自己好啦，我们不用去特别处理它。那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轻度的痘痘，可能它的确随着年纪会越来越改善，但是一些比较中重度的痘痘，它可能就是痘痘越来越严重以外呢，它就开始产生一些痘疤。那这些痘疤一旦出现之后，其实都是覆水难收，很难去挽回的。那所以一般我们都希望早期还是要先介入，让它在发炎状况先去抑制。那抑制之后，你大概就可以减少后续的痘疤。那后续的痘疤减少之后，你大概后面需要再去收拾的残局就比较少。医师表示，痘疤种类分好几种，简单区分有红痘疤、黑痘疤、凹痘疤与凸痘疤等。其中凹痘疤依据凹陷的形状不同，现在医学美容也有不同的整合性治疗。凹凸不平的痘疤大概就分作凹的或者是凸的这样子。那如果是单纯色素的话，一般我们会用皮秒雷射来做一个处理。那主要皮秒雷射呢，就是利用比较超短脉冲，然后比较长的一个能量去击碎底下的黑色素。那另外就是它可以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所以基本上对于一些浅层的一些凹疤也会有改善。那至于比较深层的一个凹疤，大概我们就会用到刚刚提到的就是二氧化碳飞梭雷射。那二氧化碳飞梭雷射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比较超短的脉冲，那
那比较深层的到比较底下，像可能到中层的真皮层都可以达到。那它可以去松软它的疤痕组织，那促进那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促进纤维母细胞的一个再生。那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它也是很像诱发一个细胞我们皮肤的一个伤口修复的一个机制，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其实都可以改善痘疤的情形。医师表示，过去传统观念认为药物治疗痘痘时不能进行雷射或其他疤痕的治疗，但现在已经没有这观念，早期介入治疗才能让痘痘与痘疤获得更好控制。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伫桃园中立新明市场的2楼，有一间深夜咖啡店。店长刀哥原本是一位 B-boy 舞者，爱着咖啡以后，四界拜师学艺，用日式法兰绒手冲咖啡，得到真侪项手冲咖啡的大奖，而且为台北转去家乡桃园开店。现主时更加成为网络甲外送平台人气商店。以身在中立新民市场2楼有间晚上7点才营业的深夜咖啡店，店长刀哥原本是名街舞舞者，受到爱喝咖啡的日籍老师影响，让他也爱上咖啡，并到处拜师学艺。以日式法兰绒手冲咖啡在国内荣获多项手冲咖啡大奖。5、6年后下定决心要开店，特地从台北回到家乡桃园，希望能让更多人享受下班后来上一杯咖啡的放松惬意感，并表示只要咖啡的品质够好，就不用怕会睡不着。那这边的话，最主要还是以日式手冲为主啦，就是做日本的不同的流派的手冲方式，然后主要是以法兰绒为主。那当然也有一些创意咖啡，就是特调咖啡。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做一间深夜咖啡，它主要就是让下班的人，然后有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或者是想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是可以来到这个空间。它没有什么灯光，然后它可以让你很自在，然后你也不需要就是为了聊天而聊天。其实好的精品咖啡，它就是帮助你放松。它不会让你睡不着，或者是产生心悸啊，或者各方面的不舒服。这样，咖啡因含量只要不要过多的话，基本上对身体都是好的。即便店内狭小，店长也特别为他过往的老战友留了个位置。原来当初他先以行动咖啡起家，从脚踏车换到胖卡和机车，并疯狂去市集摆摊，和其他的咖啡厅交流客座，让他累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学习与训练，并让他学会了安静的力量，提升冲煮咖啡的技术。我那时候就是在2年内，然后可能就是做了上千场的，就是去跑了上千场的市集。然后还有客座，参加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店的客座，然后有那种建案的啊，有那种很奇怪的啊，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去偏远山区啊、山上，然后或者是去海边，之类的。主要就是做行动咖啡，就是它最直接就是人与人的连结，然后它可以很直观的面对。就是客群，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在做行动咖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有很多的学习，比如说学习经营一个自己的品牌，或者是经营你要贩售的商品，然后再来就是训练你自己的技术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在冲煮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要学习着安静，你要有一点就是现在人家讲的边界感，就是你要读懂空气语言。这样，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而店内除了可以点不同流派的日式手冲咖啡，也有创意特调，比如加入跳跳糖的咖啡，刺激的口感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最爱。而且店长保证，无论哪一种都一定好喝。他也分享自己对一杯好咖啡的定义，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具备日本的职人精神，用一杯咖啡来温暖顾客的心。对我来说，一杯好咖啡的定义就是，首先就是干净度要好，然后酸甜平衡，然后喝起来有余韵，然后层次感很明显，然后一些body啊油脂都很丰富，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啊，就是我觉得一杯好咖啡的定义应该是这样。你们去看日本人，他们就是一个职人精神。那其实我想要传达的意念就是这个，就很像深夜食堂。
就是你可以用一杯咖啡去温暖一个人的心，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深夜来杯咖啡，听起来在一般人印象中反差感极大，却在舒适的座位和好喝的咖啡之下显得十分合理。店长也表示，店名双关了自己 B-boy 身份、热爱黑咖啡以及不正面与人冲突的老二哲学，希望能提供乡亲一处夜晚可以栖身放松的港湾。自由联听台湾报道。位伫高雄博爱二路甲大顺一路交叉口的富邦 BOT 案，目前正伫进行更具的架设，所以看过去规个天空拢被起重机甲占满，变成真特殊的景观。民众也拢相当的期待，未来开发完成以后，会当有更加侪娱乐甲消费的商机。1、2、3、4、5、6、7、8，连画面都装不下的塔式起重机数量，出现在鼓山区博爱2路与大顺1路交叉口的富邦 BOT 案。在2022年3月开工，将新建47楼，成为北高雄第1高楼，包括汉神百货3馆、南人湖集团开设的高雄海洋馆与运动娱乐事业都将进驻，预计2027年完工，不少民众都相当期待。我觉得蛮期待的，好像听说有什么水族馆、溜冰场的，到时候我觉得这边人潮一定又会更多，然后车子又更不好停，好像蛮不错的。因为平常看水族馆可能要跑去屏东海参馆那边看，然后高雄有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对观光也是蛮好的。未来百货商场、娱乐事业引进人潮，加上轻轨、捷运都在旁边交汇，房仲业者就察觉，整个农16特区内的商办也因为开发案的推进，价格跟着上涨。高雄的商办其实比较少这样的一个产品产生啦。那当然最近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题材那也有一些那个外商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台商回流这样子，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在那个龙盛路 ICF 的那商办来讲，它大概成交我们看得到的是60到68万，所以这边的房价是越来越看涨的。除了商办价格上涨，农16特区内的房价同样持续看涨，但建商是从大坪数豪宅转而推出小坪数房型。这块位在明城3路与隆德路口约644坪的土地，就预计新建38楼的住宅大楼。中古屋18年、20年左右，大概会来到40到42万这个区间。现在有新青安嘛，那年轻人比较好入手。所以现在建商大概都规划小坪数，然后总价落在1000到2000之间这样，所以单坪价相较来讲会相对的高一些。据报道大概会落在60到68万之间啦。它的那个将来的一个定价应该会看在那个区间这样子。富邦 BOT 案所在的位置是龙华国小旧址，为高雄市的地上权开发案，土地面积约11600坪，建筑设计由30地所负责，汉神百货、南人湖集团与博文运动事业都将向富邦集团签约承租。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
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